今日就揸車由北門離開五台山景區，準備去北岳行山。呢度係五台山嘅東台頂，哇，好凍啊，得零下幾度，路邊全部都係雪，落雪封住咗啊！而家唔上得去啊！哇，啲風好大啊，上唔到啊！五台山係國家地質公園，因為五個山頭咧都係平嘅，所以叫做五台山。呢度海拔2700米，太陽曬唔到，啲陰影全部都係積雪，路面都有暗冰，落山全部都係急彎，揸車就要小心翼翼。去到行山嘅距離大概係150幾公里，要2個幾鐘。衡山係中國五岳之一，係北岳。但值得注意嘅係喺春秋戰國去到明代呢，北岳衡山其實都係喺河北保定市嘅大帽山，係明朝後期先至將北岳衡山呢就搬咗嚟山西運源，清朝先至喺山西嘅衡山拜祭北岳。呢度係山西衡山隔離嗰個懸空寺啊！哇，呢度就係其實喺條河邊，喺山崖上面起咗啲廟。我哋而家行上去睇下。懸空寺入場嘅景區費好平嘅啫，15蚊，但係只可以喺河嘅對岸望。如果想行上去呢，就要收100蚊嘅登臨費，仲要提前預約。每日限3260張，咁嚟都嚟咗啦，梗係要去啦。懸空寺就分3部分，我哋一去到第一部分，呢個係起喺崖壁上面嘅閣樓，地基依然黐住嗰個山崖起嘅，樓梯又窄又斜，肥佬肯定過唔到啊！再向前行一條樓梯，就去到第2座吊腳樓，係真正懸空嘅木結構。由第2座可以行山崖上面嘅下棧道去第3座懸空樓。北魏嘅工匠先喺呢個山崖上面鑿出27個方形嘅石窿，然後將啲鐵杉木浸桐油防腐。將27條橫梁呢就打入去呢個山崖，每條橫梁打入去嘅時候就攝咗特製嘅楔子，做成爆炸螺絲咁嘅樣。呢個超程嘅工程學設計使懸空寺喺400幾次地震裏邊喐都唔喐。古時就冇起重機，咁佢哋點樣起嘅呢？答案就喺山頂掉落嚟。咁根據記載，呢啲工匠爬到山頂，吊咗啲木板，搭咗個臨時平台，好似砌積木咁，將預製好嘅構件一件一件拼翻埋。現代測繪顯示，懸空寺嘅重心比支撐點後移咗1.5米，形成咗天然嘅力學平衡。落雨嘅時候，屋頂兩邊嘅屋檐啱啱就可以將啲雨水引翻去兩邊嘅深谷。唐朝開元23年。施先利伯帶埋酒帶埋嘢食，就上嚟呢個啱啱完工嘅懸空寺，喺呢度住過一晚，望住百丈高崖，結果寫唔出詩句，只係喺山崖上面留低壯觀2個字。個壯字呢就要加多點，即係更加壯觀嘅意思啦。山崖上面嘅石刻
公書天考，意思就係魯班，魯班就叫公孫般啦，意思即係有魯班咁嘅考試，好似天公咁犀利。呢度就係北岳衡山，懸空寺，地勢險峻，建築又精妙。如果用嚟拍衡山派武俠電影呢，就最佳場地啦。衡山派嘅武功呢，主要係出自金庸嘅武俠小說《笑傲江湖》，係五岳劍派之一。喺歷史同埋現實裏面呢，其實都係冇衡山派嘅。懸空寺起喺半山腰，最重要嘅原因係攞嚟防洪。咁佢喺衡山嘅金龍峽下邊就係古運河，落大雨就一定會爆發山洪。寺廟起喺60米高嘅懸崖上面，就可以避開晒所有洪水襲擊。而家就喺上面起咗衡山水庫，控制咗呢個下游嘅水位啦。北岳衡山就喺水壩上游，距離只有2公里。五岳之中，北岳衡山因為改變過地點，所以歷史文化都比其他4岳稍為遜色。景區裏邊啲廟宇呢，其實都係新起嘅。我哋而家揸車過去睇下先。我呢度要投訴衡山同埋其他大部分景區，將啲景區停車場整咗去4-5公里外，就逼啲遊客俾錢坐景區交通車嚟賺錢。其實自己揸車係可以直接去到景區大門，唔需要另外俾錢同嘥時間。今日貪方便，就將個車停咗喺最入口嘅荒灘上面，點知翻轉頭衡山水庫就泄洪，啲水呢就比中午嘅時候高咗好多。冇問題，過得。呢度就係衡山景區啦。可惜時間太夜啦，景區閂門，唯有留低啲遺憾啦。天就開始黑啦，呢度離開大同仲有60公里。今晚我哋趕去大同市住宿。